彤姐姐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了，小蜜？我好像惹亮亮生气了。不用担心，你跟他道歉啊，你跟他说亮亮失礼，失礼，这是对不起的意思。只要你跟他道歉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啦。小蜜，是亮亮还是亮亮啊？嗨，你们好。亮亮是你。小蜜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亮亮，小蜜在跟你说失礼，他在跟你道歉啊，失礼是对不起的意思哦。是啊，亮亮，请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。彤姐姐，那没关系要怎么说啊？没关系是唔怕冇相干。唔怕冇相干。小蜜，唔怕冇相干。谢谢你原谅我，亮亮。哎呦，我本来就是大人有大量啊。不过你们两个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在吵架啊？彤姐姐，就是啊，我昨天把亮亮的布丁给吃掉了，所以那有什么关系？小蜜再去买一个布丁来请亮亮，这样就可以啦。唔怕。说真的小蜜，其实我早就忘记这件事喽。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在生我的气喽？没有啊。失礼，对不起。唔怕冇相干，没关系。失礼，我撞到你了。唔怕冇相干。彤姐姐，我要跟你承认一件事情，我把布丁吃光光了，失礼。唔怕冇相干，我们等等再去买就好啦。哦耶！失礼，还有唔怕冇相干，这两句客家话你都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